香港交鐵賽過膠，遇強國車一撞就散。如果嘥65億，相等於4億7549萬3782罐午餐肉。真係食咗佢好過咯。港鐵前日終於認高鐵工程超支1成，最少715億先埋到單。不過起得成，你又真係咁坐咩？唔係話嚇你，但意外係點可以預㗎？不過港鐵早排就被揭買咗9部強國製嘅 CRX 380A 列車。呢架嘢快就快啦，但車身用空心鋁合金整，重388噸，規格只係頂到時速10公里嘅撞擊，即係騎踩單車咁踩速度㗎。其實如果個鐵路網係單一系統，相撞機會就好低嘅，撞同款車亦都冇咁大鑊。嚟在廣深港段開通之後，港車大陸車係會混跑㗎。同樣係國貨，廣州買嘅係另一款 CRX 3列車，段斤稱都重過香港用嗰款近60噸啊！裝齊配件，仲可以達到歐盟防撞標準，頂到成36 kg 嘅撞擊㗎。撞起上嚟邊個蝕底，唔使好多專業知識都諗到啦。你當係一架大貨車，即係撞到一個輕型貨車咁嘅樣，俾人撞散，飛走咗，飛離開個列軌，嗰個機會咧就會大好多。機電處仲踢爆，港鐵上個月交嘅報告，只係分析咗同款車碰撞嘅安全表現，擺明係迴避實際情況。查實列車嘅防撞標準高低，真係好重要嘅。今年2月，日本川崎就有架 JR 以60 kg 撞向工程車，搞到出軌翻側。日本咪就係用低啲嘅防撞標準嘅咯。但法國西南部上個月嘅呢單高鐵追尾意外，相對相撞時速一樣係60 kg，但因為啲車防撞標準高啲，只係車頭車尾爛晒，冇出軌，載客車廂亦都冇爛。就算係當年溫州咁高速咁追尾，咩標準都頂唔到嘅情況下，後邊嗰架輕啲嘅車損毀都較嚴重。有咁多例證都唔醒水，唔通港鐵係先知計到啲車冇意外嘅？佢哋當初就話高鐵如期落成啦。蘋果手機 App 新增最新通知功能，只要聽到就知有大新聞，快啲更新啦！